咱伫坐运站边啊吼，迄出口边啊，有一个博爱社会主体，迄是啥物所在咧？这个所在已经拆掉啊吼，是阮所在啦吼，就是讲伫政府1966年起的这个社会主体吼，阮在地人拢讲叫伊是叫做博爱大楼吼。因为迄当时伫中正路边有4楼悬的建筑是也真少吼。伊这个咱咧讲社会主体，就是专门互这个低收入户住的吼，就是一般讲就是收入较少的人。伊分做东西向吼，总共有4栋，每一栋有32户，总共128户，每一户无够10坪，有2间房间野，每一间拢有窗啊。这个其中吼有65户是这个2类和3类低收入户，就是收入无同的分别，这拢有所有权证。另外63户是予1类低收入户，因无所有权证，因的所有权是属于高雄市政府的。我捌有一遍去过，是去访视一个个案，这个个案住伫3楼，一家伙4个人，阮2个人去做访视，因真客气叫阮遐坐。实在讲吼，较有空间好通坐咧。伫还没咧了解的过程中间吼，阮知影因是属于低收入户，阮就将因的基本资料和因的需求，阮了解了后，阮就离开。